是最好的机会。只要具备以上条件，则无论任何国界、种族、宗教信仰的人，都可以求道。欲求得先天大道，脱出轮回之苦，地狱之灾。世间的穷通受忧鳏寡孤独生老病死苦，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，必须我有得遇6万年良辰佳期的幸运。我本人心地善良，我有先天根基深厚，也就是我在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，此即天缘。我本人祖先有功德，做善事，此即祖上有德。我目人遇到引导师度我得道，此佛缘已至。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，或一同有修过宗教，今生遇天道降世，一同得道修道，此乃佛缘已至。6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现今正值上天恩开，先天大道普传，拯救良善之时，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，与众生契机为原则，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